一般的传统是先有菜单，让买食材。特别是博爱地区最近可以一件主打菜地同贵食材的传统，这是先看团队合作的农民有按多买个青菜水果，拿来家庭爱出买个菜哦。传统业者有贤惠用批子认为讲，赚钱唔係人开传统的主要目的，係希望为大家提供哪一种新的选择。同时邀请韩国党人向下用实际力量来守护台湾一个土地。好，可以参考一下哦，有外卖的酱烤豆腐饭。是当初时间点红嘅神路嘅其他门口太上行，今面有按到某嘅菜色，爱上各路人注意，一件喺台北市中心能开张2座行业。在蛮人流嘅传统，同一般嘅传统规模相用，主要嘅差别係佢哋用台湾菜地同時期嘅食材，唔經過翻嚟直接囤菜地嘅小農賣。從學生時代就一直想開一個比較類似這種，不純然說一定是它是有機餐廳啦，可是是用一些比較健康無毒的食材，然後比較健康的餐點，希望用這個吃的這個平台，然後去比較用這種比較柔性、比較輕鬆的方式去接觸更多的民眾，然後不僅是讓大家吃得健康，也希望說可以真的用我們的消費力去支持這些小農，支持我們台灣在地的這些農產品。實體環保團體組織有協會，希望提示也方面來保護土地。嗰所前來實體農學實習10條路，同小農國家聯絡嘅用批證，向下來開傳統，來實現夢想。一定的傳統仍然如搶買2種套餐，雖然冇乜嘅好討，我當日嘅菜色如為談論時節農民朋友出身的情景來調整。我們有很多的農友哈，因為他們真的是小農，就他們規模並不大，然後產量也不一定很多，甚至可能不一定很穩定。我們真的就是常常打電話去問說，哎，你最近種了什麼？然後能夠給我什麼？然後我們真的就是很依據這些變化的不同的農產品來設計我們的菜單。改變一般傳統先有菜單，將來買食材嘅流程。有賢惠用批證，先看農民一下種有按多乜嘅菜，將來決定愛出乜嘅菜。這個花椰菜是昨天就是比亞外部落那邊臨時我們幫忙買了一批，因為他們最近豐收的那個白花椰菜，對，所以有時候就是也是要去有那個保持那個機動性，然後去調整我們的菜單。來的時候覺得蠻特別，因為我原本以為會有個菜單之類的。然後我剛剛就是想說有沒有更多選項，可是其實它每天的菜色不一樣，然後就是今天就是2樣，每次都是2樣，就是它當天有什麼樣的食材就做什麼，就是覺得蠻特別的。你就認證按照產地時期韓國菜地有乜嘅食材能來出菜，唔單是靠讓主廚做出嘅功夫，對消費者嘅食材來講未係挑戰。大部分客人還是就是覺得來這邊吃是希望色香味俱全啊。那前陣其實沒有什麼紅蘿蔔啊，或者說一些比較色澤漂亮的這些食材的時候，我們的餐點就會顯得比較單調。對，那調味上面其實這也是我們要加油的地方。或者像色澤上面啦，或者是有一些食材可能不是這麼多了，那客人他就會覺得說，是不是又重複了？吃真的是比較樸實的感覺，跟我們以往吃的飲食真的有點很大的差別。之前吃的南瓜麵都是非常就是說奶油味啊，或者很鹹味很重啊，那就刺激那個味蕾啊。那它這個真的是蠻清淡的，說實在也是要適應一下。有賢惠嘅模式網，還係從愛主本陸客人士用嘅心情，用能大家多嘅青菜果子，一定抗天嘅料理方式，愛人他食到菜地食物嘅好滋味。自然農法、有機的，或者是說，像這些用有機非機改的黃豆，或者他們甚至我們的調味料都完全是用一些像手工柴燒的醬油啊，或者是公平貿易的橄欖油啊，還有一些像苦茶油這些，所以相對的其實真的跟外面市價買的那些大桶油那個成本真的差很多。當初其實餐廳的理念本來就希望說，我們用的東西就像平常在家裡自己給家人吃的東西一樣。吃起來讓我覺得已經回到以前小時候的那種
那种时光啊。小时候吃饭就是这样子啊，都是原始的，吃起来很健康啊。店内都标高下含标的齐齐的青菜果子、台湾小麦面条、农产加工品，然后黑色的吃到好食，含做的卖给顾客自家煮。不过安尼意见推广是当时期是菜体观念的素食传统，赚钱没主要目的，喺台北博爱铁器开业已久的多，究竟费用批准的声音确实有压力。虽然说我们不是为了要赚钱做这件事情，可是赚钱才能让我们这家餐厅继续存在。对，所以多少，当然我觉得现在就是一定不可能到收支平衡。那也是说，希望未来如果说真的大家就是喜欢我们的餐点，然后也可以或者说支持我们这个理念，大家也可以多多来这边用餐。因为大家真的生活步调很快，那外食的比例也真的很多。对，那觉得既然要外食，那我相信大家就是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更好的选择，所以会开在这样的地方，就是希望让大家能够有一个不同的选择。食品安全严出问题，发生喺开业人该难抵得自家食落肚嘅东西安全冇，究竟费用批准嘅传统，囤3天食材吃接待到10分钟。做得讲为生产者同消费者牵连一条线，消费者透过食的选择来支持小农用友善的方式来耕种，要改变一下嘅环境，种下属于台湾的土地。